馬太福音25章1到30節。那時候，天國好像10個童女，佢哋各自拿着燈去迎接新郎。其中5個人糊塗，5個人聰明。那5個糊塗嘅沒有為佢哋嘅燈預備足夠嘅橄欖油，另外5個卻很聰明，帶了備用嘅油。新郎遲遲未到，佢哋都瞌眼瞓睡着了。到咗半夜，佢哋被喊叫聲驚醒，說：看，新郎嚟啦，出嚟迎接他吧。童女紛紛起嚟準備油燈。那5個糊塗嘅對聰明嘅說：請把你們嘅油分一啲俾我哋吧，我哋嘅燈快滅了。聰明嘅童女卻回答：我哋嘅油不夠所有人用，你哋自己到店裏去買吧。就在他們去買油嘅時候，新郎到了。那些做好準備嘅童女跟他進去參加婚宴，大門就鎖上了。後來另外5個童女回來，站在門外呼喚：主啊，主啊，俾我哋開門吧。他卻高聲回應：說實話，我不認識你們，所以你們也必須保持警醒，因為你們不知道在哪一天或哪一刻回來。天國也可以用下面嘅故事嚟說明。有一個人要遠行，他叫來了自己嘅僕人，在他出門期間把錢託付給他們。他按照僕人嘅能力分錢，一個俾咗5袋銀子，另一個俾咗2袋銀子，最後一個俾咗1袋銀子。之後佢便出門去了。得到5袋銀子嘅僕人拿着錢去投資，賺了5袋；得到2袋銀子嘅僕人也去工作，賺了2袋。可是得到1袋銀子嘅僕人卻在地上挖了一個洞，把主人嘅錢埋了起來。過了很久，主人遠行回來，要他們報告怎樣運用佢嘅錢。那個被託付了5袋銀子嘅僕人帶着多賺嘅5袋錢來說：主人，你交給我5袋銀子，我拿去投資，又賺了5袋。主人對佢讚賞有加，說：做得好，我忠心嘅好僕人，你在小數目上忠心可靠，現在我要把更多嘅責任託付給你，來跟我一起慶祝吧。那得到2袋銀子嘅僕人也前來說：主人，你交給我2袋銀子，我拿去投資，又賺了2袋。主人說：做得好，我忠心嘅好僕人，你在小數目上忠心可靠，現在我要把更多嘅責任託付給你，來跟我一起慶祝吧。最後，那得到1袋銀子嘅僕人來了，說：主人，我知道你為人嚴厲苛刻，不是你撒種的，你要收割；不是你耕種的，你要收聚。我怕把你嘅錢弄丟了，就把錢埋在地裏，看，你嘅錢都在這裏。主人卻說：你這懶惰嘅惡奴才，你既知道不是我撒種的，我要收割；不是我耕種的，我也要收聚。為什麼不把我嘅錢存入錢莊呢？至少我還可以得些利息。接着他吩咐：拿走這個僕人嘅錢，交給那個有10袋銀子嘅。凡善用自己所得嘅，還要給他更多，使他富足。但是那什麼都不做的，連他僅有嘅也要拿走。來把這個沒用嘅僕人丟在外面嘅黑暗中，他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哋睇到你係有嚴厲嘅，但係同樣嚴厲之前，你有好大嘅寬容。可能你都睇到嗰3個嘅僕人嘅能力，所以你按住佢哋嘅能力去俾佢哋，結果同你嘅預測一樣。但係同你嘅預測一樣，最差嗰個僕人，你都俾佢1袋銀子，但係竟然間你俾佢最少嘅，佢都唔去運用。今日可能我哋係3類嘅僕人其中一類，因為你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能力。可能我哋有啲基督徒會埋怨上帝，點解你俾我哋咁少？點解有啲人可以彈琴咁叻？點解有啲人可以獻詩咁叻？點解有啲人可以做其他侍奉咁叻？點解我唔叻？第一，可能我哋要反省，我哋會唔會就係嗰一個咩都唔做嘅人呢？或者話我哋有冇去學做一個更加好嘅侍奉嘅人呢？
今日我哋要問嘅唔係問上帝點解你俾佢5代，點解俾佢1代，點解俾我半代？我哋要問嘅就係我哋有冇好好去將你俾我哋嘅，我哋去發揮出嚟。求你俾我哋學習忠心去做一個僕人，以至到我哋有一日返到天家嘅時候，你會同我哋每一個人講：做得好，我忠心嘅好僕人，來跟我一起慶祝吧。多謝耶穌，我哋咁樣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